后来继续来看台北市钱柜的大火烧死6个人。台北市政府公安学会创会理事长刘振明，伊公开来痛骂台北市政府的公安检查是凊彩啰嗦。但是这个人真正是嘴念阿弥陀佛，私底下是杀咧乌白佛，伊是涉嫌来侵占到联合会公款。问过笔录了后，以100万来交保。再讲一下。 我要说明一下，不要跑啊！遭记者局，这个是台湾公安学会创会会长刘振明，嘛是建筑公安专员会副理事长，涉嫌偷用公款和北检调去问。刘振明和联合会成员检举，讲涉嫌伫2年前做联合会理事长时，将这联合会100几万的公款汇到伊私人的口座，敢若是提起付伊个人的房屋贷款。台北地检署约谈刘振明等3个证人。 以刑法背信甲侵占侦办，最后检察官以100万块予以交保。就当时吼，安排人吼。伫公安界已经经营真侪年啊，刘振明自称是公安佬，搁伫社群的网站开讲堂，钱柜大火烧出公安问题，伊搁做一系列的盗税，想袂到因为涉嫌偷用公款和检方约谈，搁重金交保，形象已经拍歹了去啊。